各位好，eKe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首席資訊官為你帶嚟今日深度解讀。邊啲情況更容易發生甩季？排除20% 隨機甩季嘅情況之後，其餘嘅可以參考一下以下幾種情況。第一，運費。如果你支付俾船公司嘅運費較低，為咗獲得更高嘅運費，船公司肯定會選擇保護大客戶，甩咗運費較低嘅嗰啲。二，關係。船公司會維繫長期有合作關係嘅客戶，保障佢哋有穩定嘅倉位。反之，合作得少、單量唔大嘅公司，相對就會更容易被甩季。三，重量。如果重量爆咗倉，通常係越重嘅季就越容易被甩，因為船公司係按照雙數嚟收取運費，而唔係按實際嘅重量。當船面臨超重嘅時候，甩一個重嘅箱，有陣時可能會換到兩個輕嘅箱。四，重要性。非易腐易壞物品或者係有寬裕嘅交貨日期嘅貨物，可能會因為佢哋嘅重要性較低而被船公司甩季。我哋要點樣規避甩季嘅風險？第一，盡量避開容易爆倉甩季嘅時間點，好似重大嘅節日等進行提前規劃，並告知貨主盡量避開呢個時間段，可以減少甩季嘅可能。第二，提前完成操作，喺各種截止時間之前，盡早完成相關嘅操作，確保貨物能夠按時進入船舶裝載。第三，關注貨物同船期動態，喺上船之前，密切關注貨物同船期動態，確保貨物正常上船，並及時獲得相關確認同通知。四，及時上船。如果貨物確定被甩，要同船師確認最近嘅船期信息，盡快安排貨物上船，確保交貨期能夠得到保障。所以，為咗避免造成損失，貨主喺選擇貨運代理嗰陣，應該綜合考慮各方面嘅因素，唔好淨係追求價格優勢，更加要注意服務質量同合作嘅可能性。訂閱 eKe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，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。鍾意我哋嘅話，點個 like 啦！